度风台杨柳后礼拜3、拜4上挖进台湾，气象署无排除会发布海上警报，北台湾的雨水会较高。总统赖清德视察分家南登建前进指挥所，只是无影响公共安全的工程先停工，且工班先到3角停电。美国对顶关税20%，行政院证实是以咱原本的税率以外，搁踏20%起哩。不过，抢着质疑讲，政府这站拢在欺骗百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9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就先来关心这轻度的风台杨柳，离咱台湾还有一段距离。气象署是预测，伊的路线可能会搁偏南，会对咱台湾的东北部海域通过，无排除后礼拜2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在后礼拜3、拜4是伊上挖进台湾的时阵，到时阵在北台湾、宜兰、花莲的雨水会较高。拜六各地温度真悬真烧热，袂少人出外伫帽啊、摇雨伞来防日头。不过中昼过了后，部分地区午后雷阵雨。气象署讲，随太平洋高压向北移动，南方的水汽也小可增加。礼拜到下礼拜2，午后雷阵雨范围明显扩大。西半部山区、外山区的所在，可能有局部大雨，也是短暂大水雨发生的机会。我们要特别留意，在西半部的山区或近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的强降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情况。也来外界关心的今年第11号风台杨柳，初9下晡2点的位置，位于台湾东方大约2700公里海面上，继续向西推进。气象专家讲，未来也看太平洋高压西沿的势力强弱，也有风台本身的强度，决定风台路径。所以讲，杨柳风台是不是侵了台湾，关键在这2天。它如果强度现在发展的越强的话，它越可能就是路径会越南偏，越靠近台湾。但如果它强度越弱的话呢，它就比较会往北偏，远离台湾，然后甚至消散掉。气象署讲，杨柳风台预计下礼拜2到这琉球南方海域了后，会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并且挖近台湾。虽然环境对风台发展条件不利，不过依然是维持风台强度，无排除下礼拜2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下礼拜3甲下礼拜4是风台上挖台湾的时间点。下礼拜3全台湾拢有雨，北台湾、宜兰甲花莲落雨上较明显。不过杨柳风台路径有变数，也需要进一步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日是去分家南中建前进指挥所视察，赖总统是甲受灾民众会师礼，强调讲会赶紧用上好的方式来处理农渔民的损失。同时，赖总统嘛指示这无影响公共安全的工程先停工，且这工班先到3港中建。要对我们受影响的民众表达歉意。关心灾后重建的进度，总统赖清德搁在落南，并且向受灾的民众会师礼。赖清德强调，丹那市风台真罕见，对嘉南地区的影响非常大。伊讲要用上好、上紧、上简单、放上灵的4个原则办理农渔民的灾损。中央跟地方的公共工程，如果不会影响到公共安全的，可以停工了，那就先停工。把工班移转到帮民众来迅速重建，这是过往没有这样做。透过引进公共工程的厂商协作，要避免原物料互人跨关价，会当加速重建。不过有4万外户的厝顶互风扇气，虽然是拼命咧重建，不过在区4家拢是磅礴的厝顶，找无工人也无在调负担整修费用的受灾区，是真无奈惊厝无法度重起。叫人家来初步概算一下，说要70几万。然后也负担不起。山区重建是更加困难，连外道路油源断去，屏东三地门地下部落的民众爱用白来送物资甲油料，供应因的生活。阿里山林外线2号崩坑，雨真济落来石头，甲路塌掉咧，人无法度通行。林保署会动消防队去到崩落来所在抢通，也协助甲伊亚兰保留区内底游客撤离。2号隧道里面的那个落石仍然是不稳定的，请等待本分署确认安全无虞之后，会再择期开放进入宜兰自然保留区的申请。也因为山区油源有可能有所在放弃，林保署初9开始废止进入宜兰保留区的申请，呼吁民众唔通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美国对顶关税议题，行政院长证实。目前美国公布的20%，是咱原本的税率以外，还阁踏20%起哩。
民众党的党主席吴国昌就质疑讲，这政府一直强调20%，一直强调讲是暂时的，根本就是咧欺骗百姓。不过，民进党团吴书也是反击，讲这款代志，行政院4月就说明过啊。对美国拍出对顶关税当权，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证实，咱国对顶关税是原有税率搁再加20%。民众党主席吴国昌质疑，初7就正式实施的暂时性关税，严国经贸办其实拖到初8暗时发声明证实唔拿20%。要问赖政府这种暂时性惊喜要偌济咧？我们的政府从头到尾都在丧事喜办，一直跟全体国人说，我们所适用的20%的关税。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如何？用黑箱的方式，到现在还在用暂时性的关税来蒙骗国人的方式，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美国这一次与世界180多个国家所进行的新关税的谈判，都是外加的方式，而不是内涵，不是针对性的对台湾，也不是现在才掌握的讯息。吴主要讲，行政院4月初4记者会，政委杨定年就清楚说明，美国算法是最惠国税率加上对顶关税税率。经济部国务司是讲，8月初5有经由美国对顶关税线顶说明会向3000位业者说明。不过，赖书报是点出，日本政府对美国加讲好的15%变做加15%的严正抗议了后，美国也随修正。那呢，台湾呢？我们很多的出口业者都关切的是，它的货品怎么到美国去，怎么通关，以及税率怎么计算。因此呢，我们会在下个星期3，也就是8月13号的晚上7点钟，再邀请美国的关务律师来向大家说明美国通关的实务。日本做得到15%，属于内涵的。将来的话，我们跟日本同样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像工具机业、像机械业，输到美国的话，我们竞争力马上少掉了。经贸办搁再讲，咱方谈判团队愿继续甲美方来协商，争取更加合理的对顶关税税率，并且做会讨论供应链合作甲232条款相关的议题。经济部也指出，由谈判停止安排，代表双方也未完成总结的会议，这要后续特成协议，可望再调降关税。记者综合报道。对顶关税20%搁套起哩，咱台湾出口去美国的商品恐惊会失去竞争力，尤其是传统产业、纺织甲一寡农渔产品等等，这冲击是真严重。美国8月初7正式启动上新对顶关税政策，对包含台湾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采用累积加起的方式，也就是台湾出口到美国的相关产品，实际税率会是原底原有最惠国 MFN 税率，佮加上20%的对顶关税。新关税恐惊冲击到台湾传统产业、农渔产品等等。针对鬼头刀呢，堆叠关税呢，最直接影响还是渔民啊，因为成本提高，相对的价格下滑，直接影响到渔民的一个生计。当然会啊，当然增加28%的成本出来啊。美国市场就会比较减少一些吧，那其他的地方的市场就尽量争取吧。经济部发声明证实，美国对顶扣的税率是原底税率，佮加20%的关税，加起了后，咱国纺织业的新关税相关会当到40%，脚踏车、整车出口也可能超过30%，工具机产品新关税共要25%。另外，原底零关税部分农渔产品也可能扣20%的税率。对此，经济学者认为讲，台湾传统产业应该引入数位科技转型，提升市场的竞争力，会当考虑把工厂刷到出口的国家，降低生产的成本，分散风险。你生产这些产品是不是要卖到需要的地方去去盖一个加工厂？你这样子才会在全球贸易中间汇率风险你都可以做闪避的动作。因那科技产品的部分，虽然美国宣布半导体关税是100%，但是若伫美国设厂会当唔免扣，因为台积电已经伫美国投资，业界认为是可能会唔免扣。因那行政院经贸办是强调，咱的谈判团队会继续甲美国协商，争取更加合理的对顶关税税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美国总统 Trump 证实8月15会伫咧阿拉斯加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见面，讨论这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Trump 是讲，这回可能是会来敲这挂土地、兴土地的代志。
美国总统川普初八伫伊的社群媒体发文证实，8月15会伫阿拉斯加州甲洛西亚总统普廷会面。那初八川普伫白宫记者会也强调，这个会谈会讲到洛西亚甲乌克兰交换领土议题。 You know, a lot of Russians have died, a lot of Ukrainians have died. So we're looking at that, but we're actually looking to get some back and some swapping. It's complicated. It's actually nothing easy. It's very complicated. 川普强调，当咧拍拼甲洛西亚参详甲部分战争期间，占的领土经过乌克兰。美国媒体引用表示，美国甲洛西亚当咧讨论停火协议的条款，当中普廷计划要求乌克兰甲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割出来，还有2014年和洛西亚并吞的 QTVR 半岛，甚至甲扎波罗热甲黑熊列入去洛西亚的版图。不过协议内容也未确定，随时会当改。川普也重新强调，有意积极介入，才阻止这场3年半的战争升级做世界大战。I would say this: that war could have escalated into something much better. That could have been a world war. I think if we didn't come, Ukraine-Russia would have ended up being a world war. And I stopped that. That stopped. Now the only question is, when is it going to be settled? And it could be very soon. 国际专家表示，这场洛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了后的头一场美国甲洛西亚峰会，对川普来讲，伊必须要向国内甲国际证明讲，伊是和平制造者的角色。对普廷来讲，伊也爱向国际证明讲，家己毋是侵略者，只是想要甲顿巴斯的土地摕回来。然而峰会成功甲失败，对乌克兰非常重要，对欧洲盟国也真要紧。 For the Europeans, it does mean that they have to pay even more because then the war will rage on, the war will go on, and the Europeans have to support it because they have promised so. 在美国甲洛西亚峰会开始之前，普廷初八先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讨论洛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普廷强调会继续甲北京保持密切联络。然而，习近平表示，北京欢喜看到美国甲洛西亚保持沟通、改善关系，并且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 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病管制预防中心附近，初八是发生枪杀案，这凶手已经死亡啊。不过当场冒一个警察殉职，警方初步是判断讲，这个嫌犯怀疑讲家己破病是因为注新冠疫苗造成的，所以讲才会走去攻击疾病管制中心。 针对初八发生在亚特兰大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附近的枪击案，目前凶手已经死亡，另外造成1位员警受伤。然而，上紧到现场的员警33岁大卫罗斯不幸殉职，伊的看守目前是有薪。And today is a very dark day in DeKalb County, as we stand before you during the loss of one of our beloved officers. This evening, there is a wife without a husband. There are 3 children, 1 unborn without a father. 亚特兰大警方表示，甲嫌犯的家属讲过了后，知影这位嫌犯可能确实得着疾病，或者是认为家己破病，并且认为原因是因为注新冠疫苗，所以锁定 CDC 犯案。It's definitely one that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Mass shootings. Active shooter scenarios should not become the norm. 案件发生的地点就伫亚特兰大西北部的高级社区，艾伯利大学主校区、艾伯利大学病院甲 CDC 拢伫附近。凶手是当时向 CDC 的4栋建筑物开枪。CDC 的员工表示，真侪栋建筑物的窗仔互枪支拍到，警方接到通报，马上去现场甲嫌犯枪战。这个期间，艾伯利大学紧急发布就地避难的指令，一直到确定现场安全了后才解除。 It's a shame that it happened near the Emory campus because right outside CDC, that's where the place is. So it's considered one of the safest places in Atlanta. 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死亡的凶手是一位白人的男性，伊是单独犯案。犯案时当时身躯顶扎2支手枪，一支是来福枪，一支是散弹枪，并且挂喙暗。另外，代志发生之前，枪手的老爸捌打电话报警。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前特教中心的主任蔡顺利是去互学生的家长来检举，讲这蔡顺利是要求因囝爱甲台积电发予特教生的工读金，拢关倒转去，伊唔照做，囡仔就去互霸凌。蔡顺利今仔日是出面否认，学校嘛已经来调查。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去年来讲是特教有限学校，5月时一个家长检举，当时担任特教中心主任蔡宪利要求回关特教生的台积电工读金，因为无同意，囡仔被欺负。其实我们真的还要回馈金，我们就是教小朋友说装傻，他说没有啊，你要这1万块，你要跟我们联络啊，但是
是他都始终不讲说他都用骗啊。所以说这3年当中，他光这样子骗就不晓得收到多少利润了。原来引起地教家长不安，为着个人的声誉甲学校的效率，蔡宪利找到律师陪同下主动出面说明。对家长指控要求汇款台积电工读金，放伫家己的落袋内底。伊讲台积电的薪水是直接入学生的户头，绝对无要求被动额汇款。家长讲强迫签这个保密条款，是台积电的聘请客户内底就有保密条款，无强迫另外签保密条款。也来得到台积电工读金的学生内底，受家长主动赞助学校内底其他弱势学生，并没有经过任何学校或是我们老师们的经手，所以直接拨入学生的一个账户，那所以不可能会有什么中饱私囊的问题。那有些家长会做一些赞助，那给其他的同学，好，那这个是他愿意的，他自己愿意，绝对没有强迫的一个事情。蔡宪利讲，学生入校到进3年外，每学期为申请学校的宿舍，也协助募款出国比赛。积极提供各种资源支持，也若家己绝对无对学生甲家长大声，会甲这个对话记录甲资料交予调查委员。那我已经尽到我当一个特教中心主任对他的生活辅导照顾。全台湾应该没有一个特教中心的老师会去关注一个学生，他每个学期有没有宿舍可以住。原来教育部特别是会动特教学者去学校，对学校提出5点的建议，包含建议该司停评配合调查来保护学生，确保调查未受干扰。原来会馆工读金甲欺负无同，学校应该尽紧来查明事实真相，绝对袂使暗藏，唔通玩弄，也唔通纵容。记者综合报道。罕见疾病基金会是办拍羽毛球的活动，要或者照顾患者的家属会当轻松一个。基金会嘛，趁机会表示，讲这罕见疾病患者多数拢是重症。这站政府有公布一个80岁以上的时代，唔免评估就当请外籍看护工的政策，这都互因真烦恼。讲罕见疾病患者未来就真歹请着人来顾。毋望讲政府若是咧审核看护的人力，爱以重症优先。他们也阁欢喜甲人互动，不过伫记者久倒来，甲伊阿爸讲话要采访的时，遇到天使郑孝群的嫌疑，向向情绪失控，甲摕麦克的手撒开，伊阿爸赶紧甲伊按打，替伊拭目屎。对他有时候就是情绪来，或者是就会容易吃醋，他的占有欲比较强。需要耐性甲爱心来照顾。天使症候群是神经性的疾病，会致使严重的学习障碍，语言身体的发展慢钝。但是别人甲伊笑，看起来真欢喜。伊阿母讲，即马只是由外籍的看护陪伴到机构上课，阿母下班了后才阁照顾。若是无外籍的看护来到3工，有影是真困难。非常艰难。对，如果没有看护工的话，就变24小时要照顾，那这样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心力比较交瘁一点。为着让罕病照顾家庭会当休喘，三项比帮人寿甲罕病基金会邀请羽毛球奥运金牌国手王泽仁做会来宣传。基金会表示，80岁以上免评估，会当聘请外籍看护的政策上路，政府一定要落实轻重分流、重症优先的配套。它需要比较更严谨的配套，我们不小心就变成了这个受灾区啊，而且是重灾区这样子啊，就是说，因为本来就受排挤，现在就更受排挤。基金会指出，目前17500多位罕病的病人，大部分极重症，需要一世人照顾。那未来聘请看护的成本提悬，也是希望政府会当甲照顾的需求分级，并且对负担真重的家庭，予因相关的补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竹县外籍移工是有3万多人，为着让这寡移工有5乐活动，清华大学就举办移工篮球比赛，有200多人组队去参加。这个比赛，互边的人挡袂牢，拢赶紧走来斗加油。对菲律宾来台湾接头路，已经来17档的 Rocky 讲，逐工长时间做工课，足足有时间会当运动，有机会来参加比赛，实在真欢喜。休息的时候，礼拜6、礼拜天我们可以打篮球，因为我们菲律宾是很爱打篮球。我来台湾2年，没有时间打篮球。我喜欢打篮球。上班的时候比较没有时间，休息的时候才会来。活动过程中特别放送菲律宾、泰国国家的国歌，让因真感动，也感受台湾的活力甲友善。目前我们在台湾有80位的移工哦，那对我们很多的这个人力短缺、少子化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所以移工的到我们台湾来工作，其实对我们的国内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哦。
那他们除了来这边认真工作，离乡别的认真工作，那其实他们更重要的是一个要在生活跟工作之间取得平衡。主办单位指出，台湾是一个多元平等的国家，透过活动，除了让大家会当伫无用的工课以外接运动，也希望让移工朋友伫咧他乡感受到厝的温暖。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即马社会网络发展，人甲人的互动是哪来哪少，较袂晓甲人搬暖的，有人是饲动物做伴，某一寡人是买翁仔，甲因当作是亲人，当作是朋友，甲因来做伴。今日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网特别带观众朋友来了解这群人因甲翁仔斗阵生活是虾米款的想法。在这个讲究社交甲群体归属的时代，也是有一群人选择用家己的方式找找情感的寄托。因甲人形翁仔做伙生活、做工课，甚至出去行踏，这毋是逃避现实，是希望一种时刻的陪伴。对这个介意翁仔的人来讲，翁仔就亲像因的朋友，甚至是亲人，是会当一直互因陪伴。无论是静静坐伫分厝边陪因拍电动，也是做伙露营、出去佚佗，这段关系看落哪像假，毋过煞是确实存在的。你看到你就感觉伊真疗愈，安尼规个身心灵就是真爽快安尼，较有安全感安尼。其实这个娃娃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就等于是我带我的朋友一起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玩这样子。虽然人形翁仔清在互看作是情感的寄托，不过对真侪意爱翁仔的人来讲，这段关系并不是封闭家己，或者是逃避现实。有人因为翁仔找到甲家己相处的模式，也有人在过程当中重新建立家乡真实社会勇气。娃娃即马你买回去啊，练习啦。练习了后，我嘛是希望你会当行出来，不要一辈子都只有玩娃娃。我介的是这个物件，互大家人知影，会当搁摕去做足侪代志，甚至帮助人，互人会当更加幸福。并不是每一段情感拢需要互证明，嘛不是每一种陪伴拢需要有人理解才有价值。人形翁仔可能无法度取代真正的人际关系，不过因的存在反映出这个时代咱人对爱、对陪伴，也有希望互理解深深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5度到36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咱同一个时间再会。